來西亞旅行品嚐當地美食咧，絕對係一個重大嘅環節啦。今集咧，除咗介紹唔同種類嘅馬來西亞食肆食物之外咧，仲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超過4年未食過嘅嘢。去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幫佢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Make sure you subscribe， just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 everything。My God！今次我係住喺茨廠街附近，而且落機已經係夜晚，所以揀嚟茨廠街夜市嘅一間叫做順基食肆做我嘅第一餐晚飯。落機嘅第一餐，因為我睇過未來1個星期咧都係會落雨嘅，所以趁今晚冇雨咧，就嚟到茨廠街附近呢個夜市坐露天地攤食嘢。第一餐我點咗生蝦麵，生蝦其實就係50、60年代淡水蝦產業興起，由華人引入馬來西亞嘅食物，新鮮嫩滑嘅生蝦配伊麵底，但最驚為天人嘅就係伊麵下邊呢一味海鮮醬汁，散發住蝦味同埋蛋香味，令人食慾大增。再點咗一碟芥蘭，令到今晚非常滿足。另外一晚嚟到阿來夜市一間潮汕菜館龍鼎城。成個行程裏邊咧，我就覺得阿來夜市咧一定係最有特色嘅一個地方。今晚先點一碟名為香港菜心做前菜，但係呢碟菜心同我香港食開嘅就幼咗好多啦。呢種奶油蟹咧，我就未食過嘅，今次馬來西亞第一次食。奶油蟹同樣亦係由華人引入嘅菜式，初期由馬六甲一帶開始興起，主要嘅材料包括牛油、淡奶同埋咖喱等等。坐喺阿來夜市呢個咁有特色嘅地方，一定要配翻一杯冰凍啤酒。現場氣氛好到連老闆都要出嚟高歌一曲。不過隻蟹就未食得飽，所以同一晚去咗食另外一樣嘢。馬來西亞其中一個 iconic 嘅食物芽菜雞。芽菜雞同樣係由華人引入嘅菜式，早期由怡保一帶開始興起。嫩滑雞肉配脆口芽菜，不論係前菜或者主菜都係咁適合。阿來夜市亦都有其他小食選擇，例如火燒魷魚同埋烤生蠔。即叫即烤，遠距離已經感受到蒜香味同埋燻煙味。今晚嘅蠔身非常之肥美，而且新鮮，仲有烤羊肉。最後我都忍唔住手買咗1串羊肉串。以前喺深圳度食小食嘅感覺完全翻晒嚟。休息一陣之後再點一味泰式串燒，真正體驗夜市小販美食生活。然後介紹一間老字號今年嘅以炭火炒福建麵聞名天下。追溯翻歷史，今年記係創立於1927年，到而家已經有100年歷史。福建麵主要由黑醬油同埋豬油渣烹調，重點係採用粗黃麵，令到麵身吸收咗黑醬油之後，仍然係軟滑不爛。再配合辣椒醬同埋豬肉片，透過畫面已經感受到佢澎湃嘅鑊氣。福建麵以外，我亦都推介炸餃子，豬肉配韭菜，肉汁香味四溢。另外一站嚟到菜蘭嘅主場10號胡同，不論落扶手電梯或者打開包紙巾，都會見到佢呢個嘜頭。首先俾我睇中嘅就係呢間叫做老香港嘅雲吞麵，雲吞同埋湯汁都係廣東風味，裏邊嘅大蝦彈牙嫩滑，而且再配上新鮮嘅蝦子，麵身爽滑，配上薑葱，可惜佢冇紅醋提供。同樣位於10號胡同，我另外一間睇中嘅食肆叫做禮飲茶，食我4年幾都冇食過嘅皮蛋瘦肉粥，皮蛋嫩滑，不過瘦肉太少，而且粥嘅狀態濃調過頭，但總算品嚐到我4年冇試過嘅味道。下一站嚟到金融記，以牛腩河作為主打，同樣已經有100年歷史。我點咗一杯鴛鴦，即係奶茶混合咖啡。另外點咗牛三寶河粉，河粉係香港潮州粉麵檔嗰一種，同樣係我4年冇食過嘅味道同埋質感。再次嚟到阿來夜市，今次光顧黃亞華，食佢最 iconic 嘅燒雞翼，炭火食烤金黃招財。呢味燒雞翼係源於50年代馬來西亞嘅地攤小食。
身在阿羅夜市，好彩今晚咧有天公造美冇落雨，今日食到個4年幾冇食過嘅田雞。食完雞翼再配上一道薑葱田雞同埋炸魔鬼魚，魚皮脆口但係肉身鮮嫩，非常之難得。一連3道熱氣嘅菜式非常之滿足，不過又係時候飲翻杯啤酒降溫，同埋咁先可以感受到夜市嗰個氣氛。另外一個同飲食有關嘅景點 ICC 活道，傳統馬來西亞街市格局，喺呢一度食肆食物琳琅滿目，你要做一個精明嘅決定，似乎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我自己就行咗2個圈先決定到光顧邊一間食肆，最後決定幫襯阿榮哥點咗一杯海南茶同埋咖喱麵。除咗濃郁嘅咖喱湯之外，亦都包括芽菜、竹笙同埋嫩滑嘅雞肉。當然唔少得就係爽口嘅麵條，食一碗似乎太少啦。90年代初，我其實已經非常之中意食咖喱㗎啦。咁當時香港所講嘅咖喱，多數都係指馬來西亞咖喱，而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坐喺馬來西亞裏邊食到佢嘅正宗咖喱，然後再品嚐當地嘅點心，6個馬幣3粒大燒賣，非常之經濟實惠。由 ICC 活道出發，再行一段路嚟到丹記水餃，湯底採用蘿蔔湯底，水餃有2種味道，分別係韭菜豬肉餃同埋沙葛豬肉餃。接住落嚟介紹2020年開業近年火速崛起嘅 Oriental Coffee 華洋茶室，創辦人來自海南，結合咗中西烹調技術，開發出南洋美食餐廳裝潢，亦都係走復古路線。就連馬來西亞嘅 Uniqlo 都同佢合作，以華洋茶室嘅美食做主題，推出不同時裝產品。講返食物，我自己就點咗菠蘿油，又係一道4年冇食過嘅菜式，仲有涼粉凍咖啡。主菜我選嚟板麵，手工扁麵沾上黑醬油，再配合魚餅、豬油渣、青菜、溏心蛋等等，非常之醒胃。華洋茶室亦都係成為我推介嘅食肆之一。另外一間令人齒頰留香嘅食肆麗豐啦啦粉，內部裝潢古色古香，位於茨廠街附近。啦啦即係蜆，我點咗一個啦啦粉絲煲，用料充足，每一隻蜆都咁肥美，粉絲方面彈牙有口感，而且晶瑩通透。同時點咗一條炸魚片做小食，又係另外一樣4年幾冇食過嘅食物。跟住嚟到西湖飯店品嚐瓦煲老鼠粉。所謂老鼠粉其實即係銀針粉，因為個外形同老鼠味相似，所以因此而命名。佢係一味由客家傳入嘅菜式，銀針粉配免治肉，再配窩蛋，除咗有鹹香味之外，亦都保留咗燻煙嘅鑊氣。行程裏邊2次光顧 KFC， 目的就係品嚐佢嘅香辣脆雞上髀，又係一樣超過4年冇食過嘅食物。過去4年走訪過美國、英國、歐洲、泰國、日本、杜拜嘅 KFC 都係冇呢一種香辣脆雞上髀發售，今日終於食得返。去機場前食多一個白色缽仔糕，同樣係4年冇食過。上機之前再叫多一個魚蛋粉，完成今次馬來西亞吉隆坡美食之旅。啱啱食完最後一餐，準備登機返倫敦啦！成個馬來西亞吉隆坡飲食之旅係非常之滿意啊！工作人員嘅態度咧非常之和藹可親。我雖然就唔食啲好貴嘅嘢，但係咧佢哋俾我嘅態度咧都係非常之親切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今次完全係冇入過穆斯林餐廳嘅，因為我就唔想入佢哋嘅地方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同佢哋買樣嘢咧，咁其實咧都可以嘅。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旅遊資訊。